再来看中南部各有山区哦，这几天过道拢会落雷公雨，冒传出灾情。昨下晡嘉义阿里山公路可能是落雨，路真骨哦，嘛发生车祸。伫台南的市区的林心路的地下道嘛积水哦，有轿车就掉伫地下道。 一台黑色轿车20经过嘉义中部台18线23.4公里路段煞驶一半尔，想袂到对向有一台白色轿车，可能是涂骹伤过骨，规台车就安尼出过来，过去弄到停伫路边另外一台轿车，造成2个人受伤送病院。宜偏雨路滑，致车辆失控打滑至对向车道，不慎撞击到对向一部正在行驶之自小客车。 而遭撞击之车辆又失控撞击到停放路边之一台自小客车。加在这2个人意识真清楚，赶紧送病院。另外，这几天中南部也有山区过道容易落雷公雨，台84东西向快速道路大内段20下晡也因为短时间内雨路真大，这6个霾拢流到车路顶头，警方也去到现场维持交通。另外，在台南市区的林心地下道也捌积水，造成一台轿车掉车。7点到7点半，瞬间下了大概40毫米的大雨。 那瞬间降雨已经超过了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标准，所以路面的这个积水的状况比较多。除了受到强降雨影响，水利局现场勘查也发现到铁路地下化工程的篷布塑胶袋啊，影响到排水，回收也向铁道局批发。根据到中央气象局预报，最近中昼了后，落西北风几率变悬。下晡出门上好早雨伞雨满，到山区也要注意防山，还有山里做大水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